去年推出风尘观音夜青龙伫台南表演备受好评的上河歌戏剧团，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剧团也持续推出了年度大戏《进堂围城》，并选择伫台南的古迹延平郡王祠来举办，就是希望观众会使体验到完全无同的看戏体验。这届也充分运用古迹的场地，设计出甲电影同款的场景，加上精彩的表演，相信对观众来讲是一个难忘的演出。今年虽然是疫情，但是我们还是推出我们年度大戏，而且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模式，就是我们把今年的年度大戏移到户外来，然后进到我们这个微古迹的前进剧场。那延平郡王祠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它的走道。那它走起来的那个，像我们这种厚底靴走起来都有一种很特殊的声响。那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今年的年度大戏是《进堂围城》，那它是一个我们歌仔戏所谓的古册戏，就是历史大戏。那历史大戏结合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是非常的符合。为了充分运用整个延平郡王祠，剧团也配合剧情安排了无同的出入口，让表演者伫无同的时阵出入。有的时阵也会经过观众的身边，这也成为一个看戏的重点。我们在这个场域，我们充分运用它的所有的场所，所以我们一共有4个出入场口。就我们看过去，灰色的地带都是我们出入场的地方，然后这边是鸟居出去，那边是大殿出来。所以对我们演员，一般只有出巷跟入巷来说，这个是复杂许多，而且我们都还要知道哪一段戏要到哪个出场口去等。那所以演员他们必须要有很强的记忆，然后有比较高的体力，还有比较好的脚力，才有办法应付这场演出。我们从这边看到红色的砖都是观众的坐席，那观众在里面就会融合我们的剧情里面。我们是想说，让我们府城啊、台南的所有的民众来这边看戏，那他们在里面可以看到好看的戏，然后也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然后又融合场景，可能抬头一看又有星空，那又有树木环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我想很不容易找到。同时，剧团这届也安排了电影顶级的摄影，配合吊臂甲航拍等技术，要完整记录这场难得的演出。我们非常重视这次的演出，所以我们这次是出动我们创团26年来最大的一个录影的机制，就是我们这次在场地还安排了吊臂航拍。那当然在安全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希望可以把整个场景不只有戏，还可以把我们延平郡王祠的周遭，还有整个观众坐在这边的氛围，还有整个屋檐、廊道都可以拍进去，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戏剧的记录。那也希望说我们台南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进到延平郡王祠来支持我们做这一次的尝试。那也相信说，我们的年度大戏一定不会让各位观众失望，一定会让你们很惊喜、很惊艳，一定要来哦。这届演出将要伫12月11号到13号延平郡王祠登场。喜爱歌戏演出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场精彩又搁特别的进堂围城。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